看眼人嘅金曲奖专题报道，告诉郑雅君去年呢发的第二张行业专辑《心体》，因为第25届流行音乐类金曲奖最佳行业专辑同最佳行业歌手也两项奖。郑雅君还写了过后弹歌嘅，还会好应用来唱哦。无人教伊一路开始睇写歌嘅，都见写为包歌条嘅哟，也展现异国特别的风格。为做到支持每一个音乐路，也把亚美也提天数总钱来推出专辑，亦能都希望郑雅君为客家歌位来奉献心力。当专辑咩创定好听的歌曲，客家歌手郑雅君准备嘅3年内发行嘅第二张专辑《心体》，其出道大3年新冠头都有一口身體，平時就愛用心照顧佢，行過彈佢同講按多馬街。第一章到第二章去實踐過，讓叫差不多有3年人嘅實踐。該當中你3年後，其實對概念來講嘅，佢嘅想法，然後會有動態嘅冇強樣，然後還包含你嘅心情嘛，會有動態嘅轉變。所以你都轉變，เรา想法、เรา心情啊，都เรา記到寫的歌曲啲袂多嘅。一種身體專輯，加弦樂同管樂，有老師味，有老現代元素，用格落去，彈起來光明又溫暖，係佢自家獨立製作完成的。兩種是其實比第一種呢自家參與嘅還要多，像你製作嘅部分是比第一種還要多，就全部都自家來啊，從頭到尾都自家來，所以你參與嘅感覺其實非常嘅親切，所以對於第二種專輯嘅會，當然該感動嘅感覺嘛會還要多。鄭雅君對青年意識做經營專輯，也會接送同佢做伴，特別新組碰上碰下，來嘻嘻，對樂器突奏多歌曲歡迎，出題辛苦又巧。也會想辦法為聽眾錢來支持佢做音樂，堅持會用合法來出專輯。來你維持你客家文化嗬，來傳承下去，嗬，唔好半佢團體去，嗬，一直到呢一下，後生人啊嗬，講客嘅嗬，好少咧啦，嗬，希望大家呢嗬，都唔靠講客。客家歌曲是從市橋無安排，外賣出去行較難。鄭雅君家也會為到每夜自家出錢做唱片，除咗希望得到客家鄉親認同，亦希望上無強用出群的人來欣賞，體驗了解客家有幾正。客家新聞王文堯先做報道。